林高坑的柑仔柳丁，因为天气的影响，结果率是减一大半。当地立委请官员来看灾害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只要损失超过20%的财损，拢会启动天然灾害来救助。 3、4月份的大雨造成高坑地区的柑仔类结果率增加，含用年相比大约减少1半到6成，互农民是要靠无目屎。本来结果唔捌讲像遮歹啦，今年的结果率有够歹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按算会伫6月启动天然灾害救助的相关广告，到时财损只要超过20%的农民，拢会使向公所申报。花的这样的一个结花的状况，可能低于往前年度的4、5成左右啦。 阮会找一个较适当的期间公告了，才互农民来申报。阮6月的时阵会使来处理。农委会嘛表示，因为全球暖化影响，气候会开始定无稳定，互农民会使买农产的保险，互家己加一层保障。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云林西里福田宫的新农大帝。每一年圣诞进前，拢会孙餐水，保庇着农作物有好收成。孙餐水的路线无固定。 有时阵会到信徒的厝内底，有时阵阁会走去田中，是地方真重要的传统风俗。照神明指示，避风人员跟新农大地乱叫，来到庄头内，甲一户人家祝福，尾也阁刷到附近的菜园啊，顺产水。阮咧有预定要甲摆路线，过咱新农大地新鲜显现吼，伊所行路线，伊就是我唔知影。 新农大地是掌管农业和渔业的重要成员，避风人员当年拢会办理顺产水活动，希望伊会当保庇村内农作物，今年会当有一个好收成。就是神农大帝他会在田野间这样子孙产水，然后如果遇到比如说这块土地它需要加持还是怎样，他就会在定点让人家把那个土地公拐插上去。新农大地孙产水是地方上重要的宗教圣事，避风当年举办，都拢会请真侪虔诚信徒参加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